万王之王，超越地狱时光，创造宇宙太空穹苍，人类无可测量，竟然为我死亡，使我得着释放，从今直到永永远远，向你敬拜颂扬。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参加今天的崇拜，让我们以敬畏的心，还有欢喜快乐的心来迎接君王的降临。让我们预备好自己来朝见主，让我们一起来为今天早上的崇拜献上祷告，也为今天早上的崇拜所有的设备器械能够为主所使用来献上感恩。我们一起来感谢。慈悲爱我们的天父，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们的力量和帮助，我们的拯救和盾牌。你也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艰辛来投靠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的平安，因为他依靠你。主啊，施恩看顾，让我们在今天基督为王主日，我们迎接君王降临在我们的当中，也让我们带着敬畏的心、欢喜快乐的心来朝见你。也同时为着今天是感恩节主日，向你献上感恩，让我们所献上的感谢和赞美成为馨香的祭，献在你的面前。也为所有的设备器械能够为主所使用，献上祷告。所有的设备器械都能够按照规律次序来进行，所有的安排都能够按照主你的计划来完成。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在你的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参加早上的崇拜。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准备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上帝的话语，在启示录第5章11到13节。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的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今天是感恩节主日，也是基督君王日的主日崇拜。教会年底又告尾声，在这一年，在我们2024 11月24号基督君王日结束之后，12月1号的将临期就要展开新的教会年历。求主保守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从头到尾都顺利，开我们的耳朵，得到来自天上的信息，并且有主的看顾，日日与主同行。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们。诗歌敬拜，今天的诗歌是心灵良诗选38首，永待我主为王。请起立。永待主为王，羔羊在宝座上，心灵天上颂歌悠扬，这里要到寻求，我灵心里的唱，愿主为我守守，我身后为他君王，见证万事无疆，永到生命之主，胜过死亡坟墓，击败仇敌死而复活，君子完成救赎，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远生命，在宝座前敬拜夫妇，一切荣耀归主。永在慈爱之王，钉在十字架上，受伤兵和横芒奖赏，发出美丽光芒，连世不忍观看，如此残酷莫能，只有弟兄低头赞叹，基于恩典浩瀚。永待和平之君，治理掌管人居，为愿权力征战之心，只有赞美祈祷，在你手上交签，鲜花为留真言，多多吐露芬芳甘甜，喜乐越到永远。永待万王之王，超越
荣耀颂。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罪于西斯下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上在那里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天主，我信圣徒，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但愿荣耀归于父子圣灵，父子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无穷尽。阿门，阿门。请坐。今天的起应文在诗篇132篇1到12节，由我来诵读上半节，弟兄姐妹诵读下半节。耶和华呀，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要进他的居所。耶和华呀，求你兴起，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求你因你仆人大卫的缘故，耶和华向大卫凭诚实起了誓，必不反复说。来，弟兄姐妹一起，你的众子若守我的约和我所教训他们的法度，他们的子孙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接下来，我们为下面几件事情来祷告。第一，我们为南半球的国家纽西兰，纽西兰这个国家曾经被世界公认为风光明媚，是纯净如新的国家，但是因为这几年脆弱的经济，包括高物价、高利率、失业率的上升，让很多这个国家的公民离开这个国家。据官方的统计，到6月份为止，高达13万人离开这个国家。所以我们要祈求基督教的信仰能够进入生活文化当中，国家百姓能够更认识基督信仰来祷告。我们也为卫理公会北2教区的佩恩堂，特别是侯协明牧师，为教会的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牧者跟同工的身心祷告。同时，我们也为近来国际间冲突不断的国家，以及现今仍然在战火中的国家，包括俄罗斯、乌克兰、以色列、巴勒斯坦等等的国家地区祷告，
愿战火止息，和平降临。我们也特别为主特别为赐福家中仍然有未信者的家庭，持续开启家中尚未认识耶稣的亲人们的心，让家人有机会领受神的真爱和真理，早日领受救恩。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同诵主祷文。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的经课在撒母耳记23章以及启示录，我们请赵鼎兄为我们来攻读。经课第一处在撒母耳记下23章第1节到第7节，教会圣经旧约326页。撒母耳记下23章第1节到第7节，教会圣经旧约326页。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耶西的儿子大卫得居高位，是雅各上帝所膏的，做以色列的美歌者，说：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他的话在我口中。以色列的上帝，以色列的磐石晓谕我说：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上帝、执掌权柄，他必像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清晨，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我家在上帝面前并非如此，上帝却与我立永远的约。这约凡事坚稳，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他岂不为我成就吗？但匪类都必像荆棘被丢弃，人不敢用手拿它，拿它的人必带铁器和枪杆，终久他必被火焚烧。经课第2处在启示录第1章4节后半到第8节，教会新约圣经272页。启示录第1章4节后半到第8节，教会圣经新约272页。但愿那从习的今在以后永在的上帝，和他宝座前的7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上帝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主上帝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是习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以上是神的话。今天的正道经文在路加福音18章1到8节，由我来攻读。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她伸冤吧，免得她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
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献诗。今天的诗歌是《等候我的王》，我们请诗班。谢谢诗班唱出我们心中的盼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陈淑媛神学生来为我们证道。今天的证道主题是祷告，不可灰心。我们将时间交给淑媛传道。
test。主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首先，我感谢陈伟文牧师、师母和执事们，给我第2年在荣光堂实习机会。感谢主，今天是我第2次在中文崇拜会讲道，愿上帝祝福。来，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渴慕你对你的教会说话，你对我们每个人说话，也帮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帮助我们顺服你。谢谢主耶稣，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放在你的手中，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姊妹们，sorry。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祷告不可灰心，祷告不可灰心。第一个经文就是说耶稣是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弟兄姊妹们，耶稣常常使用比喻来教导真理。在路加福音18章第1到第8节，耶稣这里也是设一个比喻。耶稣甚至告诉比喻的目标，就是让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今天讲到的目的，也从路加福音第8章第1节写出来的。祷告不可灰心，祷告不可灰心。那请问大家理解耶稣想要我们做的事情吗？从这个经文，大家理解耶稣要我们做什么事情吗？祷告，不单单祷告，但是也常常祷告。祷告不可灰心，大家理解吗？那请问，如果大家理解了，你们能够行动吗？可以了。陈牧师会有已经理解上帝的话语，他们也是能够行动。那讲到我可以讲完吗？但是我们还没有进入耶稣基督的比喻，所以我们要继续吧。比喻的目标就是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弟兄姊妹们，为什么耶稣要教导我们，要鼓励我们？我们祷告不可灰心，因为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会灰心。当我们面对问题，那问题能够成为我们的绊脚石，所以我们可能会灰心。大家可能会说，我又祷告。但是，请问大家以什么态度祷告呢？有人或许把祷告像吃药的样式，一天3次为用餐祷告就感到够了。有人或许把祷告好像泡佛脚的样式，
不是为主要的资源祷告，或许我们很久祷告了以后，但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什么变化，结果我们灰心，不再祷告了。弟兄姐妹们，因为这个因素，耶稣要教导祷告不可灰心。我们看第2到第3节。弟兄姐妹们，从第2、第3节我们能够学习，就是关于他那城市的官，那位官不是犹太人的官，因为如果犹太人他们有纷争的话，他们能够去到长老带他们的纷争，让长老给他们解决。但是这位官他是罗马差的官，这样的官是臭名远扬的人，他是个无神论，不怕神，表示他不受律法，包括保护寡妇的规律，他不受。他也不尊重人，表示他不管其他人的难题。那寡妇呢？寡妇在犹太人的社会中是弱势群体。这里的寡妇不但失去丈夫的保护，还是被人占便宜，因此这寡妇就那位官给她伸冤。那请大家考量情况，寡妇是否会得到帮助吗？寡妇会从那官得到帮助吗？不可能，不会。因为那官没有什么让寡妇能渴望的。那我们从第4节到第5节看，我们也是要看第6节。虽然那个寡妇没有从那官什么渴望，但是出乎意料，那位官最后让寡妇伸冤了。但他唯独的理由是因为他不想被寡妇烦扰。弟兄姐妹们，所以在第6节，耶稣说：“你们听这个不义之官所说的话。”所以耶稣要他的听众人听这官所说的话。那请问大家得出了什么结论呢？大家得出了什么结论？若大家以为执着的祷告会让我们达到我们所求的，那就错了。再一次我说，若大家以为执着的祷告会让我们达到我们所求的，那就错了。有人以为祷告，有人以为若他继续祷告，加上金石，最后加上许愿，上帝一定不得不给他完成他所求的。不少人用这样的方式祷告，以为他们能勉强上帝改变主意而顺服他们的方向。弟兄姊妹们，
耶稣设立这个比喻，不是要描述上帝是像那位官，但是反而耶稣要描述上帝不像那位官。那我们要看第7节到第8上节下半节。这里我们能够看到，上帝跟那位官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他不像那位官，因为上帝爱听他的孩子们祷告，也是上帝愿意为他的孩子们成就他们的祷告。所以这个耶稣想给我们描述的事情，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有这样的上帝，那祷告不可灰心，为何呢？就是第一，因为我们拥有为我们伸冤的神，因为我们拥有为我们伸冤的神。弟兄姊妹们，你们相信吗？我们所信的上帝就是愿意为我们伸冤的上帝，你们相信吗？那如果我们相信上帝是愿意为我们伸冤的上帝，我们如何祷告呢？我们有常常祷告吗？我们祷告的时候不可灰心吗？没有灰心吗？应该是这样吧。弟兄姊妹们，我想给大家一个见证，这是我跟妈妈的照片。我妈妈她2020年过世，但是我想给大家分享的是，就是我小学4年级以后，我小学4年级重生以后，我的一个愿望就是，我想给我的大家人很好的见证。为什么我要给我的大家庭很好的见证？是因为我想他们也是能够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也得救。那个是我的愿望，所以从那天开始，我努力做好的见证。我也不断的为我的家人祷告，特别为我的父母。从那天开始祷告，到我大学，到我进入神学院，我还是为我的父母祷告，特别为我的妈妈，因为我的爸爸，我国中1的时候他去世了。我也给妈妈传福音，使用很多时间、很多机会给妈妈传福音。到一天，我也陪妈妈在我们的家乡就是在万隆，我陪她参与唐崇荣牧师做的布道会。那时候我祷告，向上帝祷告，上帝啊，求你感动妈妈，让她听唐崇荣牧师讲道后，她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她愿意相信你。我总是一直祷告，到唐崇荣牧师他呼召人，谁要信耶稣基督？那我请妈妈，你要信耶稣吗？你再去前面去，你到前面去吧。妈妈说不要啊，不要啊。那时候我感到比较失望，我已经为他很久祷告，现在我也为他祷告，但是到现在他还没有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原来上帝还是要我执着祷告，还要祷告，
我还要为妈妈祷告。所以呢，到一天我去万隆的时候，就是从我的住的地方，从印尼的首都雅加达到万隆，然后我陪妈妈的时候，那当我们两个人在房间两个人，我给妈妈传福音，就是从罗马书第4章第9到第10节。当我给妈妈解释那个福音，我问妈妈：“妈妈，你愿意相信主耶稣吗？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吗？”那时候妈妈说：“愿意。”感谢主。后来我马上，那如果妈妈愿意相信主耶稣，请你跟随我祷告。那我带领她祷告，就是接受耶稣基督的祷告。后来祷告后，我再次问妈妈：“妈妈，祷告的时候你认真的祷告吗？认真的，真正祷告吗？真的啊。那如果你真正的祷告，你认真的祷告，像罗马书第4章第9到第10节说，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得救了。所以我告诉妈妈：妈妈，你重生了，你得救了，耶稣基督在你心里了，你是耶稣的儿女。弟兄姊妹们，虽然我要花很多时间为妈妈祷告，但是原来上帝的计划就是让我自己带领我的妈妈接受耶稣基督。对我来说，这个是一个荣幸的事情。为什么？身为传道人，给很多人传福音，连自己的妈妈还没有信主，我感到很难过。但是后来妈妈让我自己带领她相信主耶稣，接受耶稣成为她的救主，这个对我来说是最大的祝福，最大的幸福。感谢主，身为传道人，我也能够给妈妈属灵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们，有时候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上帝不马上应允我们的祷告，为什么？是因为上帝要我们执着祷告，我们要继续祷告，不可灰心。祷告的意思，常常祷告的意思就是祷告，祷告，祷告。我喜欢这个照片，这个图画，为什么？因为这个图画描述我每天早上，我有这样的位置向上帝祷告。从我还没有结婚到我结婚后，我的早上起来后马上这样祷告，向上帝祷告。后来我的2个女儿也是发现我的祷告的位置就是这样，所以她说妈妈的祷告是这样，这样子，这样对。那我能够用这样的位置祷告，很长的时间，我能够1个小时、1个小时半到2个小时这样祷告。我执着祷告。那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也向你们常常祷告，就是你们要祷告，祷告，祷告。大家有什么困难呢？你们要祷告，祷告，祷告。大家有什么愿望呢？祷告，祷告，祷告。学琴能够为你们的课业考试祷告，祷告，祷告。为你们的交易祷告，祷告，祷告。也为你们的未来祷告，祷告，祷告。那事情呢？你们可以为什么事情祷告？为你们的工作
你要祷告，祷告，祷告，为你们找到男女朋友、谈恋爱的事情，祷告，祷告，祷告，不断的祷告，执着的祷告，为你们的未来祷告。那结婚了的人要为什么祷告呢？你们可以为配偶彼此相爱、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同心合意，建立家庭生活和育养孩子祷告，祷告，祷告。那长辈们呢？你们可以为什么事情祷告？为你们的健康的身体祷告，退休的过程祷告，为每天的生活活动祷告，为支持孩子们和他们的家庭祷告，祷告，祷告。所以，上帝要我们为每个事情祷告，祷告，祷告，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弟兄姊妹们，可能在我们当中，有的人连为度过一天比一天会很辛苦，可能是因为重病，所以为每天的生活需要上帝加上力量。所以，如果你们有这样的状况，那你要祷告，祷告不可灰心。我要给大家一个见证，就是我的大女儿，当她高中3的时候，她开始想我要到哪里去上大学，因为上大学很贵，对不对？我们成为父母也是没有很多钱，如果我们要把孩子进入那个私立大学，我们真的无法付钱，所以我的女儿也同时我们为她祷告，她很认真的祷告。你们可以想象，一年准备考试，她一边祷告，祷告，祷告，祷告。他对上帝说：“上帝啊，如果你没有让我考上政府的大学，就是国家的大学，可能我无法上大学了。”之后，就是第2天，他要听是否他考上还没有或者他没有考上的一天，他还是向上帝祷告。他这样说：“上帝啊，明天我会收到信息，是否我考上还是不考上大学，就是国际的大学。但是如果我没有考上的话，我还是要给你做见证。我已经认真的向你祷告，我已经执着的祷告，但是你有别的旨意，你有别的计划，我还是要向你感谢，我还是要赞美你。”后来第2天，他收到的信息就是他考上国际的大学，所以那时候他说：“上帝应允我的祷告，我所求的，上帝应允我。”弟兄姊妹们，那时候他很高兴，他不单单考上这个政府的大学，他一边读书，他也一边祷告。他说：“我要从开始学习，我要做我的最好的。”后来他毕业的时候，他得到上好的成绩，我们在英文说 cum laude，所以那时候也是他说这个上帝所应允的。
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要走直祷告 （persistent prayer），when we do persistent prayer， 当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目标就是什么？是不是让我们所求的被应允？但是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上帝就是为我们愿意伸冤的上帝，是我们能够感到他的慈爱，他那么爱我们，他那么关心我们，他愿意帮助我们，他愿意给我们的喜乐祝福，所以让我们能够感谢上帝，我们越来越依赖上帝，依靠上帝，这个上帝的目标。弟兄姊妹们，有一句话这样说 ：God gives some things the man that prays, which the man does not pray knows nothing about. God gives some things to the man that prays, which the man does not pray knows nothing about. 上帝给祷告的人，他所祷告的东西，就是不祷告的人不会知道的事。再一次，上帝给祷告的人，他所祷告的东西，就是不祷告的人不会知道的事。大家理解这个句子吗？祷告的人，他知道什么时候上帝回答他的祷告，应允他的祷告。他得到东西的时候，他知道这个上帝的答案。我向上帝祷告，上帝回答我的祷告。但是不祷告的人，虽然他们得到同样的东西，同样的祝福，他们不知道这个是上帝赐给他们的。弟兄姊妹们，我有一个经验，就是我当怀孕的时候，我怀孕大女儿的时候，我不能够吃，没有胃口吃，到第8月不能够吃，所以我的先生很担心我，他说如果你不爱自己，你要爱你在肚子里嘛，肚子里的孩子。不是我不想要吃啊，但是我不能够吃啊，你不知道吗？是这样的呀。但是有一天，我们去那个会有的餐厅，他卖这个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啊？对呀，牛肉舌头汤，牛肉舌头汤，舌头 ，OK。哎，很好吃啊！那时候，当我们去那个餐厅，第一次我能够能够吃多饭，就是这样。所以我和我的先生说：“哇，就好了，你能够吃了，是这样的。”但是因为会有他不收钱，我们很客气。如果我们常常去他们的餐厅，但是我有一天。我在我们的教会，那时候我想，我想吃那个牛肉舌头汤，是这样的，在心里这样说。哎，你们知道吗？后来有人上来送一包东西，原来那个是牛肉舌头汤，哇！我说：“上帝啊，感谢你！我在心里这样说，你马上回答我的祷告。我相信那个是从上帝的，我相信上帝一定预备了我的祷告的答案，所以祷告后马上有那个牛肉舌头汤。”所以我很高兴，那不是我单单高兴，因为我得到那个牛肉舌头汤，但是让我很喜乐的是，上帝，你真的是我能够靠的上帝，你是可靠的上帝，
我要越来越爱你，我要越来越依靠你。那个是一个经验。第二的经验，有一天妇女团契，好像这里的可能大家也是有什么团契嘛，有一个活动就是要抽奖，所以称为传道人，已经带领什么讲道什么，我也坐下。后来那个妇女的服侍的人，他开始抽奖的时候，他叫什么名字啊？那我做的时候，我说，哎，上帝啊，我在家里好像需要那个烤箱，如果我有烤箱的话，那个就是这样的烤箱，我能够给我的孩子烤面包，让他能够带到学校去，是这样的。哎，大家知道吗？当我祷告完了后，马上我听到我的名字被呼叫，就是刚好我想要的东西就是烤箱，所以那时候我对上帝说：“上帝，谢谢你，你回答我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们，无论什么事情，我们能够向上帝祷告，因为上帝愿意为我们回答，为我们应允我们所求的事情。虽然有时候可能要折着祷告，就是我们要继续祷告，但是当时间适合的话，就是按照上帝的时间，他会应允我们。再一次，这是不祷告的人不会知道的事情，所以我也很享受向上帝祷告。为什么？我知道每次我祷告，上帝会应允你。连我丢弃我的耳环，大家相信不相信？我喜欢耳环，我失去了我的耳环7次了，不单单在内国嘛，我的意思是不单单在我的国家，连我旅游的时候，我是丢弃我的耳环，在捷运站，就是坐捷运的时候，我失去我的耳环，我向上帝祷告，上帝啊，我很喜欢那个耳环呢，哪里呢？有一次旅游的时候，刚才我去哪边？那我找去哪边的地方，我找一找，真的我去哪？上帝在那里，找到了。所以这样，我很高兴，因为我有可靠的上帝，我认识的上帝就是他愿意为我伸冤的上帝。阿门。那第8节的下半节。弟兄姊妹们，这个是耶稣问：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鱼的见世上有信的吗？弟兄姊妹们，为何祷告？就是我们需要祷告，是因为我们要预备人子的再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知道我们不会永远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身为基督徒，我们的眼光不单单要定制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反而我们要对人子将再来要定制我们的眼光。请问耶稣再来什么时候呢？什么时候耶稣再来？没有人知道，
但是当耶稣提出这个事情，当他来的时候，当人子再来的时候，会不会他找到我们基督徒有信的吗？我们可以保障吗？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有信的吗？请问大家希望耶稣快快再来，还是慢慢再来？如果今天耶稣再来的话，请问大家准备吗？大家准备吗？所以大家弟兄姊妹们，耶稣，我们要常常祷告，为什么？是因为我们需要准备自己，欢迎耶稣再来。那这个我要给大家看，这个是我的2个手机，这个就是右边的 cream 的颜色，就是我的先生跟孩子们，我来台湾念书的时候给我。为了什么？妈妈你喜欢拍照，那个 Apple 的手机已经慢了，所以我们给你们这个手机，让你在台湾能够多多拍照。所以我这样做，我台湾多多拍照。但是我不单单拍照，在我的2个手机记录有录音祷告，就是我为其他人祷告，我录音。其他人为我祷告，我录音。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想说的什么？基督徒，我们被上帝选择的人，我们要彼此代祷，我们要为其他人基督徒祷告，基督徒也是为我们祷告，其他的基督徒为我们祷告，我们要彼此代祷，是让我们有成为强的基督徒。请问上帝所选的人，基督徒教会祷告什么呢？如果我们的眼光定制在耶稣再来的事情，那我们为这个事情要祷告，就是我们要为成圣祷告，让我们每个基督徒能够成圣，越来越圣洁。我们也为属灵成长祷告，我们要为顺服的心祷告，我们也为其他人能够有悔改的心祷告，是更多人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而得救。我们要祷告为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要祷告是让神恢复我们，我们祷告是让上帝掌权一切，掌权这个世界。我们要祷告是让上帝给我们伸冤，给这个世界完整的公平。弟兄姊妹们，当人子再来的时候，就是当他要把完整的平安实行出来，是整个的世界能够接受公平的态度，公平的结果。弟兄姊妹们，耶稣是我们的榜样，因为他有祷告的生活，他常常祷告，他为什么事情祷告，特别他祷告让他能够顺服到底。我们也要向耶稣基督祷告，就是我们有祷告生活，我们也祷告是为了我们能够顺服上帝到底。我们也能够为传福音祷告，好像耶稣基督他不断的传福音，是因为透过传福音，他能够帮助很多人能够认识救主，能够得救。我们也是这样。有一个诗歌，题目是多祷告多有能力，大家都知道这首歌吗？我给大家唱一次。
多祷告，多有能力；少祷告，少有能力；不祷告，没有能力。我们要常常祷告，请大家跟我一起唱这首歌。多祷告，多有能力；少祷告，少有能力；不祷告，没有能力。我们要常常祷告。大家愿意吗？常常祷告。阿们。为什么我们要常常祷告？我们有2个理由，就是第一，是因为我们拥有为我们伸冤的上帝，感谢主；第二，是因为我们需要预备人子的再来，是我们预备跟耶稣面对面见面。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祷告不可灰心。愿上帝祝福大家，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今天我们能够一起学习你的话语，感谢你，你告诉我们祷告不可灰心，感谢你，你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常常祷告，是因为我们有为我们愿意伸冤的上帝。感谢你，你那么爱我们，关心我们。你一定听我们的祷告，你一定按照你的完全的计划应允我们所求的，使我们能够成为喜乐的基督徒，也能够成为其他人的祝福。求你帮助我们常常祷告，不单单为在世界上的愿望，还是为在世界上的困难，但是是因为我们要欢迎你再来，所以主耶稣接近我们每个人，帮助我们保守圣洁的生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顺服你到底，让我们能够荣耀你，让我们能够一起成长，让我们能够求为世界的公平，求你帮助我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谢谢主耶稣。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我们把教会都放在你的手中，求你以此掌权。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为今天的讲道，也是很奇妙。那个今天的诗班的诗歌，是好像这是我的祷告讲道的题目。感谢上帝。我们谢谢淑妍传道再三的激励我们，要持续不灰心的祷告。虽然淑妍传道有时候在言语上面比较稍微这么一点点不通顺，但是我们每一次看到他有时候讲不完全的时候，永远带着那一个天使的微笑我们再一次谢谢淑妍传道。接下来我们要颁发奖学金。我们将时间交给伟文牧师。弟兄姐妹，我们的书院传道明年就要毕业回家了但是呢，求主帮助，希望我们可以透过在这边他在实习的当中，我们可以提供他一些的支持跟帮助。昨天有一位从以前在我们这边实习过的一个神学生。潘慧珍传道，他也是经过淑妍传道的安排，去到印尼服侍1年的时间。那他特别回来的时候，有提到这样的事情。他觉得他发现我们在台湾相当的一个就是太过好了，所以我们恐怕有很多时间，还有很多事情我们不会去觉得或感受到。那当他去国外的时候，他特别感受到那样的一个事情。特别是在印尼的地方，他们从1980年代开始逼迫华人之后，他们的华语已经比较式微。但是我们的书院传道，他有一个心志，他希望回去服侍华人，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常常为他祷告，然后让他可以服侍在印尼的这些的华人，愿上帝来带领。
那当然，我们有一群孩子们，他们将来也要被上帝大大的使用。他们也许会到世界各个地方去，或者也会在我们自己台湾这个地方。但是无论他们在哪里，他们也要能够被上帝来使用。透过他们所读的书，透过他们所得到的知识，他们不是只有为自己的好处找到好工作啊，嫁一个好先生，或者是对，嫁一个好先生哈，娶一个好太太，不是只有这样。而是能够将他们所学的运用在他们的生活，运用在他们的生长的地方，运用在社会里面。所以这一群孩子们是我们教会的宝贝，也是我们未来的盼望啊！所以我们也为这几位的年轻人来感谢上帝。那我们提他们的名字，请他们到台前来，我们要为他们来颁发这样的一个奖学金哈。好，那请这个国中部的我们的柔一。还有维义、维富，还有怡如，请你们到台前来啊！好，还有我们的高中的，好在中间哈，我们请群生还有知莹到中间这边，然后大学部的，我们请郑优、月薪，还有祝熙、瑞恒，请到台前来哈，来这边，好，来，刚刚我们提到名字的，请你到台前来好吗？让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的长辈们，让我们的爸爸妈妈可以看到你们哈。好，好，那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因为柔一今天没有过来哈，所以阿嬷代理哈。对，好，那这个郑优呢，是因为在台中念书哈，所以也没有办法赶过来，所以爸爸代理啊。好，然后我们的这个是怡如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静环跟雅音的孩子哈。其实应该要介绍他们就好了，因为很多人都知道爸爸妈妈，但是但是以后我们会认识哈，我们会认识他们。好，那维义维父这个是我们也知道是这个如君的怡君的那个孩子哈。那还有寻生寻生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奎哥了哈，我们的俊奎弟兄的孩子。好，还有我们的知颖也是我们的这个怡君的小朋友。好，那我们这一位是我们的祝熙祝熙是知琪的那个孩子哈。好，然后瑞恒，还有我们月薪也是爸爸来代理那这几位都是我们教会的套用那个对岸的话，全村的希望。未来的希望，愿上帝帮助，让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位他们的成绩跟好的表现愿上帝来祝福。我们先一起为他们祷告，期待他们不但是在知识上面成长，上帝和人喜爱他们的心也一起成长。我们一起来为这群孩子们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为这些孩子们献上祷告。他们是属乎你的，他们也是你所爱的。让他们无论将来在什么样的地方发展，他们无论所要去的学校，或是以后将来要面对的这些的学习是什么，让他们都有很好的吸收跟收获，以至于将来能够大大的为主所使用，在社会上能够成为好的见证，能够让基督的名透过他们来得荣耀。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这些孩子们，他们能够上帝和人喜爱他们的心都一起成长。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要请我们的教育部长我们的茂林弟兄来为他们来颁发每一位的这个奖好，这是柔一。好，怡如，好，然后是这两位可以分一下两位可以分一下，记得分他们的那个特征好，回复。好，再来是高中部，高中的是寻生好，还有知莹。好，接下来我们是大学部的
主席。瑞恒，好。月薪，好，还有一位郑优爸爸代理啊。好，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很高兴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在教会里面成长。那特别我们的荣光堂，我们特别为了这样，我们为他们来颁发这个奖项。其实我们的卫理公会有这样的一个奖学金的设置，但是呢，我们有同工们提到说，我们的荣光堂已经可以自立自养了，我们不需要再去跟其他的堂会来抢这个名额，所以我们自己的孩子自己发。好不好？我们自己的孩子自己发奖学金，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为这些孩子们每天常常为他们献上祷告，关心他们，让他们将来成为教会的同工，成为教会的很好的一个助手帮助，也能够在社会上能够带来美好的贡献。愿上帝祝福我们，再一次的来拍手来鼓励他们，让他们将来能够被主使用。好，谢谢，来请回座谢谢。接下来我们有一段的特别的献诗，今天我们是由喜乐手中团来为我们献诗，诗名是《永待我主为王》。谢谢我们的手中队，好像是来自天堂的声音啊！如果明天早上我们起床的时候有这样子的钟声，多好！好，我们请弟兄姐妹起立，我们一起用回应诗歌来赞美回应神。诗歌在心灵粮诗选140首，神圣主爱。
下来，竟拦住我卑微中的人间恩典为我开。耶稣，你是慈悲怜悯，你是纯洁无限爱，求你救爱罪人真理，尽都敬畏你心怀，亲爱生命，这里最近最近环绕你心里，好叫我们在你里面享受应许的安息，永世珍重自由拥有，求你除我罪捆绑，除去里面罪的爱好，使我完全的释放，全能真神，亲爱拯救，使我丰盛的生命，快快进来，与我同在，永远永远不离开，在你完全慈爱之中，让我承受不知羞，不住祷告，不住赞美，荣耀尊荣到永久。愿你救赎好大恩典，我们身上的成全。新造的人，求你磨练，成为圣洁无瑕疵，更新变化，荣上加荣，直到天家见主面，献上亲爱，献上冠冕，喜悲梦醒宝座前。我们开始要今天的奉献，请大家预备心，恭敬以金钱奉献来表达对上帝的感恩。请失献的同工到台前来，请坐下。弟兄姐妹，弟兄姐妹，起立，我们一起来祷告。请坐下。
今天有好几位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朋友、新朋友，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第一位施怡轩，施怡轩有没有在现场？请起立，我们欢迎你。怡轩是我们熟言传道邀请来的。好，第二位尤忠满，尤忠满。好，这位是我们季庆姐邀请来的朋友，好，我们一样欢迎你。张慧欣，这是我们手中队的，是我们陈老师邀请来到我们中间的。再过来，蔡硕玲，也是手中队的是淑仪姐邀请来的。高子生，我们以上今天这么多的新朋友我们一次欢迎，永远欢迎。那欢迎你们常常到我们中间来跟我们一起同心敬拜主。好，让我们一起唱《我们成为一家人》。因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洁净，因着耶稣的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在主爱中连接，因着耶稣的恩。弟兄姐妹，我们彼此问安。好，我们回到座位上来。会后我们还可以彼此多交流。好，接下来我们有一些事项跟大家报告。在教会消息里面，第一项、第二项已经经过。我们看第三项，下周主日为12月份第一个圣餐主日，也是将临期的第一个主日。那华语堂跟台语堂将由陈启峰牧师来分享信息，也请弟兄姐妹预备心，领受祷告。接下来的感恩节跟圣诞节即将要来到，那也期待教会在感恩跟圣诞节期里面有美好的收割季节。教会开始陆续要做圣诞的布置，还有设备的更新，也欢迎弟兄姐妹来为教会感恩跟圣诞节期教会的事工和设备关心、祷告、奉献。
相关的圣诞布置各楼层的分配，1楼雅比斯，2楼儿主，3楼跟4楼是社青跟葡萄，5楼是社区的据点，6楼是青少契，也麻烦各相关的团契注意。第6点，教会将于圣诞的主日12月22来预备受洗跟转入礼。有意愿受洗加入本会或是转会籍入本会者，请向办公室报名。牧师将会在周6上午和下午主日崇拜之后11点半，在205教室会上洗礼前的课程，以及认识本会的课程。同时，教会预备在明年的3月份，每周6上午9点半会开立绿本门徒的课程，也欢迎上过红本的弟兄姐妹们参加，即日起就可以报名，费用是750元的书籍费，这个时间相当长，要9个月哈。同时，本会已经通过2025年新任的执事建营姐妹，我们也请弟兄姐妹为2025年执事会的成员有能力跟恩赐服侍，并为教会来祷告。好，其他的肢体消息里面，我们特别恭喜本堂的青年嘉庆还有秀文喜获麟儿，上帝赐福宝宝健康成长啊！也让我们一起为所关心的上列的这些的事项还有没有念出来的这些的事项，也请大家自己参阅。同时底下有最近这个天气变化种种的，有很多弟兄姐妹身体不适，种种的这些情形，也请大家在底下的这个肢体的这个消息的部分为他们一起来祷告。好，我们起立，3一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真，万有之源，万福之本。阿门。我们请伟文牧师为我们做祝福祷告。祝福前代替我们的友会高雄卫理堂就是代理报告，11月30号的下午有感恩圣诞市集，那欢迎大家能够来参与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亲爱的天父，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祷告不灰心的人，使我们常常祷告在你的面前，将我们一切所需要的带到你的面前。愿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使我们所祷告的都蒙你的喜悦和成就。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颂。请坐。我们在殿乐中结束今天的主日崇拜，也在殿乐中，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还有教会的事工来代祷。周报上面主日信息的默想也请参阅。如果有在病痛中忧伤的弟兄姐妹们，欢迎你来电，牧师会为你们祷告。